沙瓦迪卡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南佛社嘅裴師傅。咁早兩集同大家分享咗降頭入邊嘅愛情降啦。咁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降頭究竟係乜嘢，同埋降頭入邊基本嘅5種分類。降頭係用咗一啲超自然同埋神秘嘅力量去對付一啲人同埋物嘅，屬於交感嘅法術去影響同埋控制對方嘅感應。呢個就係降頭嘅概念。咁降頭呢，以前喺東南亞呢，真係無處不在嘅。降頭師同埋施法嘅人呢，只需要念咒，對你有身體接觸，又或者有你嘅相同埋你嘅衣物，就可以令你中降，對佢言聽計從，迷迷糊糊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。更高級嘅降頭呢，可以令到你全無意識，受到控制，做一啲傷害自己甚至乎自殺冇埋條命嘅事出嚟。世界各地其實都有唔同嘅降頭。唔同地方嘅巫師會配合當地嘅信仰風俗，研究出各門各派嘅降頭術，可能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名稱。例如西方就稱呼佢為黑魔術。就算有咁多唔同門派嘅降頭術，基本上佢哋用嘅法術都係分為呢5大類，就係靈、咒、藥、聲、物。首先講靈嘅降頭術，降頭師係會用自己嘅意志力去念咒，喺深夜時分對受害者施以呢個控靈術，令到受害者意識迷失同埋產生幻覺，跟住就做出一啲匪夷所思嘅怪行為出嚟。而靈嘅另一種就係用鬼靈之類嘅靈體去騷擾受害者，甚至乎用到鬼靈去霸佔受害者嘅身體，聽命於呢個降頭師，而控制住佢嘅降頭師，甚至乎可以令佢做出一啲跳樓自殺嘅行為。呢類嘅降頭包括有勾魂降、瘋癲降、鎖魂降。第二種就係咒嘅降頭，降頭師用受害人出生嘅時辰八字，再加以咒語，再喺指示嘅時分喺壇前度打坐，向受害人加以詛咒。如果受害人當時時運低嘅話，就會受到詛咒嘅力量，最後可能會導致家破人亡。呢類型嘅降頭包括有衰落降、橫禍降、死亡降。第三類就係藥降，降頭師會用一啲有毒嘅藥草提煉咗之後，溝埋一啲有毒嘅昆蟲，例如蜈蚣、蜘蛛、蠍子、壁虎、蛇呢啲，再將呢啲動物用一啲特別嘅方法飼養佢一段時間，之後再將佢哋放入一個瓶入邊互相廝殺，直至最後一隻生存，剩低生存嗰隻最強毒物就將佢整死、曬乾、磨成粉末，咁就成為降頭嘅藥粉啦，可以放喺受害人嘅食物或者飲料度，令佢防不勝防。呢類降頭例如有牛皮降、山藥降、蠱降。第4樣就係聲降，降頭師利用咒語向受害者嘅相片同埋物件施咒，然後喺午夜嘅時分用咒語捕捉呢個受害者嘅元神返個壇前邊，然後降頭師或者施法嘅人會將自己嘅頭髮同受害人嘅相片綁埋一齊，再對住相片同埋元神不斷念咒。到元神返去受害人身上嘅時候，已經開始影響佢嘅思維同埋專注力。當降頭師或者施法嘅人去揾受害人見面嘅時候，經過一輪交談，就會勾起返受害人腦入邊被施咒嘅聲音。之後每一日唔見施法或者落降嘅人，就好似俾好多蟲咁樣咬，身心難受。之後聽到施法者嘅聲音，就會全身鬆軟同埋言聽計從。落呢種降頭嘅多數都係二奶或者女朋友去揾降頭師落嘅。呢類降頭例如有愛情降、迷情降、鎖心降。第5類降頭物降，呢類降頭大家可能唔會覺得陌生，大家可能會喺電視或者電影度都見到一個人形公仔俾人插滿晒針。首先降頭師會喺午夜時分去到墳場收集一啲枉死嘅骨灰，再去稻田收集一啲稻草，然後喺空日空時嘅夜晚，一邊念咒一邊摘稻草人，之後再將受害人嘅出生時辰八字、相片、頭髮之類包住枉死嘅骨灰，放入去稻草人心臟入邊，再將稻草人放喺壇前施法念咒，直到時機成熟就對稻草人插針。受害人最初就係會覺得身體有啲部位灼熱同埋酸痛，之後就要睇施法同落降嘅人對受害人嘅怨恨有幾深。因為佢哋可以直接傷害受害人嘅重要部位，攞佢條命或者整對殘廢。呢類降頭有飛針降、鐵釘降、衰死降。喺科技昌明嘅今日，究竟降頭係咪仲存在呢？
冇人知道，但係所有人都知道降頭係一種害人於千里之外、神不知鬼不覺嘅事。所以大家去到東南亞嘅時候，避免呢啲無妄之災發生喺自己身上，最好做好防禦降頭嘅措施。裴師傅而家就教大家2個有效嘅防禦方法。第一，最好自己平時有念開一啲心咒，無論咩宗教嘅心咒都可以。只要你平時持續念你嘅心咒，過10000次之後，你嘅心咒自然就會喺你危險嘅時候保護你。第二，佩戴佛牌或者經過佛廟開光嘅吉祥物，佢哋都會起到一定防禦嘅作用。喺泰國咁盛行降頭嘅國家，而且五花八門各式各派，所以泰國人從細到大都有戴佛牌嘅習慣。除咗可以提升自身運氣之外，仲可以防禦降頭。而有幾樣聖物係對於防禦降頭係特別有效嘅，例如驚繩啦、特固、碌暗、滅魔、擋降杯。而我本人最推薦嘅就係擋降杯，有機會開一集同大家詳細介紹擋降杯。好啦，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唔同嘅降頭。最後有請大家幫忙訂閱同點讚我哋嘅頻道，多謝。而大家喺生活上有咩奇難雜症或者對泰國佛有咩問題，都可以加我哋左上角微信 QR Code 查詢嘅。再見。